现在装饰已经没用。青年，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？回家吧。你不去事务所吗？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临时要去美国一趟事儿，所以呢，已经把工作都处理完了。接下来一天的时间都是你的，所以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？或者是攻略上有什么推荐？你去的话会不会太累了？跟喜欢的人一起去，为什么会觉得累？可是，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片单是什么呀？应该是套餐自带的。还记得我上次送你回家说了什么吗？就这样，小学生吗你？下次继续。我很期待呢。你说的后续。我不太记得了，我说了什么？现在装饰已经没用。难怪他会选你，他为了这项目也真是够拼的。像季言信这样的男人，他到底看上你什么？青年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心急了。我可以等，总要给你适应的空间。不过，别让我等太久。